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今日呢又有藝術家來到我哋嘅節目現場嗬。今日來到現場嘅來賓係陶藝家羅文琪先生，歡迎羅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羅文琪，我來自高雄美濃。好多前6個時間有問羅先生講，係咪提拔了？真係提拔啊！提拔。我要用係喏。啊，沒想到我們竟然漏了你那麼久哈！今日當有唱多先生來，然後頭先生講係閩農人，閩農人。啊，自細就閩農台嘅。這些閩農台差唔多都26歲人出去都發展安尼。哦，係哦，嗰種喺閩農路研究嘅時間。喺閩農地裡開始做陶藝咩？喺閩農就有陶藝工作坊安尼。你喺嗰4個時間都接觸到陶藝係咪？差唔多高中畢業，14歲、15歲幾下就開始做嘅。那我按做喏。因為我爸爸以前就開嘅發雜油紙傘，賣美濃油紙傘啊，嗰度藝品安尼。啊，隔壁就我爸爸朋友，也都陶之鄉，嗰時嘅陳仁志陳老師，對啊，就過去像。算做學徒啦，安尼邊做邊學安尼，佢做差不多差不多5、6年有哦，做邊做起來又係再繼續做安尼。那我按後生我，係你自家想去學識嘅嘢啊？嘛想去學啦，因為看到人家幫畢業做塑膠皮，佢有興趣安尼。我嗰位就以前就提講啊，有做釉色有青瓷爐嘅一開，啊就有興趣啊。這是比較後面的事情，跟青瓷爐又要是看後面，我是從那邊開始要先打基礎安尼開始。你從一開始看到你嘅同學有人同樣對也有興趣嘅冇？完全冇。完全冇，差唔多有邊個睇細就記來啦。啊，嗰度閩農人其實講啊，全部我同學弟輩。第二你做搶下一家咁唔也唔ดี嗬，你係看到人睇塑膠皮，你都有興趣安尼。有興趣啊，去學。嗰神奇，佢奇妙安尼。一個奶啊，邊做一個畢業，啊邊發嘅，嗰有乜個顏色嗰度，很豐富的東西，很多元化安尼。你家嗰種邊樣講學識嘅，爸爸都馬上都答應嘅係咪？係啊，伊嘛鼓勵我咩？啊，爸爸是發圖。發土發壓實發60年了，爸爸就是畫了60年啊，就講啊，讀隔壁有陶藝工坊，他就鼓勵我說，可以去嘗試看看，就伊怕也冇想到安尼一次啊，一路安尼吼，就做一路做呀，做已經要27年了，27年。你係對什麼時候開始算貴重畢業？貴重畢業中間有做別的工作，但是陶藝這塊就是還有一直在接觸這個拉胚機咩，買奶這個過來幫畢業。你模團係的？模團係，咁高中通乜嘅啦？高中汽修科，長茶嘅。那我去讀汽修科。你對手做嘅東西佢有興趣係咪？嘛，其實講嘛咩安尼，因為闽農佢下就愛讀夜間部，半工半讀安尼。你是頭就啲教奶。俺不睇我就去讀書，俺個嗰時係只有汽修科。你喺邊度學教奶？差唔多咧，可以安尼講。冇地方做嘛，像閩農岐山，高雄閩農岐山嗰度就可以讀嘅學校冇咁多。最近的閩農像高美護工，夜間部就只有汽修科，所以我就讀汽修科。是安尼。可以安尼講，唔家就算讀汽修科，唔行喺地，唔行200唔會行也好。馬嚟預算啦。因為都這個比較有興趣的，知道自己興趣是哪一塊，自己很清楚是想做什麼，以後想走哪一條路安尼。你喺嗰種邊樣一看到陶藝，你都地行200要做也嘅嚇？有安尼想，但是這條路還要一路嘗試，因為有個時間講啊，看跟社會環境啊，睇你嘛，存錢都快辛苦，啲嘛做一行工，理想是理想，但是樂趣也是樂趣，但現實生活還是要有。所以講那一邊做一邊看，可以堅持的話，我就是一定會把它堅持下來，這樣子。
唔还记得人家还系看人安尼做，感觉过奇妙。啊，真的开始替白安尼做的时间，佮感觉。佢反去哦，命倒的安尼。哦，系哦。哇，嗰说因为嗰少年按后生路地，行业包做嘛嘅咧吼。唔过唔等于嗰做路驾驶还有能力可以做。如果不管现实，其实你贵走路低，爱想要做也嘅。家做嘛按想到唔咯，你几个原因系嘛个？嘛唔低哦，就一个兴趣，主要兴趣啊，有兴趣就有热忱，有热忱就可以去投入在这其中，做各种研究啊，各种精进啊。哦。因为我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是很难去坚持下去。因为讲陶瓷压它的工的话。它还算是社会市场算是比较小、比较冷门的一些工作。算冷门哈？算看冷门啊。算看冷门。嘛，几多陶艺家是几多啦？不过就我的认识底辈，像年轻人底辈，就是做陶瓷的，做莫讲做陶瓷，做艺术的，1000个里可能就1两个。就差不多安尼。自己认为啦，我自己认为。嗰種人家地動呀，如果你做唔講要去做批的頭路，去發練，家下去做乜嘅？嗰時是做保全的。啊，係哦。那起碼還只有都發練去做保全。就是工作可以調過去嘅咩？哦，調過去。啊，家下去發練，你冇做陶藝嘅？嗰時啱骨頭下班，還可以叫我做。搞完嘛練習一下。多少少，因为不会间断，还会再练习啊。哎呦，你刚刚黑是那个兴趣，就是俺就黑过好做，还是唔会想讲俺做唔得团体，要鞭策自己。都有这个考量，都有这个考量在，因为刚做完计划，要团慢慢简单。哦，尤其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嗰种刚刚黑遇到神饭去做配的条路。因为。讲啊嘛，存钱嘛，存钱嘛，人生一个部分要存钱啊。我做嘢咧，我买器具嘛，一定要存到有一些钱啊。懂啊。家下就会想啊，我先存钱，都去做配的条路。不过我也个没冇团体。冇团体，对，啊就安尼就继续安尼啊。冇团的话，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一直不断的在精进，错。咁保全那条路做多年？差不多一年多差不多吧。那年lang哦。因为后来具体发展有很多陶艺教室，因为其实个斑马陶艺教室啊，有在欣赏的汪淑美汪老师，就做较冇用的，因为这种老师做教学啊，做陶板跟釉色都几厉害，所以讲啊有介好。有介好，一边做事一边学安尼。一边做事一边学安尼。啊，迄人讲年人给保全那条路路冇做诶，路都陶艺教室，没有教。没有教，也陶艺教室要教啦，我听安尼真好。因为那个老师买东西，因为算家己做事嘛，我家己学东西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安尼。错。啊，后来有家庭几多面咯？其实佢讲啊，我爸讲，如果我技术到一定程度了，过来另外一帮我做安尼。所以2020年你就成立5天窑陶艺工作室。如果他感觉讲，好像爱好嘅差不多做得哦。这一定的成熟度，对啊。古人民农对我来讲后出嘛过太，因为爸爸嘛做艺术这个领域，因为他是60年来，他就有他自己的审美观，他就可以给我一些指导、一些交流。虽然说我们2个是不同世代，有摩擦的交流就会有进步。所以我爸爸他会把他很多的美学，他会传授给我，然后让我自己去斟酌，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是做当代艺术，那不能是一味的复古传统，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变化，我们才可以是说把艺术这一块做一个颠覆性或者是导核性的传承下去。过起码呢，可能量子呀，强下
合作，又唔係完全做共用嘅東西哦，吼，啊，唔過又相輔相成安尼。就那個講，嚴格來講啊，把算畫家，水墨畫家，啊，算陶藝家，就用來兩個人合作。啊，是主要把以前的英國有好多青花瓷釉下彩，還有陶藝相關的知識，對。咁後面因為你爸爸都係藝術家，故作可能安尼一路，其實前面蠻辛苦的啊，吼。而家唔會聽人講啊，算咧，唔會聽人放棄。唔會聽人講，最主要啊，我爸就講好好做，是貧是富的沒有關係，人生沒有一路平順的，而且個行。哦，故作爸爸其實也係鼓勵，路唔嘅理想係也嘅路向一條路行。錯。哦，啊媽媽咯，未溝用。媽媽佢做研究冇像我啦，就較冇媽媽影響啊。哦，你等於係爸爸路一路支持你啊。錯。哦，更加係變啊創業夥伴。馬上啦，未算係嗬。但可能好多鄉親朋友小可看到，我哋也有做風月評論欣賞嘅作品，風格很不一樣哦。嗬，我哋底下下一團呢，都請羅先生來同我哋介紹一個也很多按獎嘅作品。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陶藝家羅文琪先生。多多羅先生有講到講，對各種畢業，你開始對一個陶藝有興趣，一路路冇斷下，就算你都有做拍呢條路。不過2020年開始同爸爸有長期合作，都爸爸係畫家，係一個陶藝兩個人，共下爸爸會有一起的作品。安尼吼，展覽爸爸也會強下。唔過我今日看到，老師的作品其實風格很多變的吼。一開始喜歡手拉胚，後來路學到非常多種。咱去請這個請中醫的，係咪？因為講陶藝，它有很多種不同的路線，像大家普遍比較知道的柴燒。像台灣流行柴燒，柴燒就是玩它的落灰，就是木頭裡面的礦物質元素，然後掉落到胚體裡面去，讓它呈現自然的顏色。這是一種，那是一種技法，這是一種。好，像我爸爸也熊的話，還是我爸爸是以前是學到青花瓷，青花瓷的釉下彩，釉下彩方面就比較像是水墨。水墨，我爸爸他就畫60年了，他就會把那個水墨的風格，就融入到青花瓷跟釉下彩這個兩個項目裡面，其實都有。如果說青花瓷說融入水墨的風格的話，其實人家可能會不信。但是如果說真的有在看畫的人，就會知道說，為什麼是說把水墨的風格的寫意融入到青花瓷裡面？像我爸爸他以前學的青花瓷，他是比較一開始是比較傳統的，就是明末清初。那個年代開始畫的，對，那以前呢就是說會畫畫這個青花瓷有一定的規格、風格跟規範。那我爸爸有稍微比較跳脫一點他的那個畫的方式，把寫意的風格畫在這個裡面。雖然說像是這個鳳，好像是這個鳳，它雖然是傳統的一隻鳳，但是它其他的旁邊的牡丹。好，還有它旁邊畫的一條一條那個枝葉一樣的，那個叫如意纏枝，還有下面的芭蕉葉，它是整個融合，就是一個青花瓷的畫法，水墨的一個風格。像前面亞雄開始釉下彩爸爸畫水墨裡面，他比較擅長的是花鳥，他也很喜歡花鳥。希望人盧卡中國頭髮，以前的中國頭髮，我從小就知道，爸爸就下竹條有冇水相的，就拿相機，喺庭院裡照相，照紫藤，嘛個中國度雕的，這種安尼面容非常幾多都別的，燕子綠繡眼，爸爸就看到機會就該起來，然後就開始在工作室裡頭開始畫，開始去學習，跟大自然學習。爸爸講他跟大自然學習，因為我爸爸的水墨畫裡面有一個風的一個元素，就是自然的風的元素，
所以说就好像是说一幅画里面它怎么构图，就是有一个风从哪边吹，风比如说今天东风，风从右边来，那这个树叶啊、花啊、鸟啊，看是说好就是往左边这样飘，但鸟有可能逆风而行，那逆风而行跟顺风而行，它那个鸟的姿态又完全不一样。我爸爸对这个方面他就是会比较多的去研究，而且画在词上面比画在图上面还要难，因为画在图上面你一目了然，一个平面你就看得出来说你该怎么构图，这构图会稍微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是圆形，他们都是像是这个画起来讲，上面口是窄的，中间是胖的，下面的渐窄。它又是一个圆形，你要怎么构图，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图案，把它构在这里面？其实就是需要很大的空间的思想概念在里面。那爸爸他比较厉害，就是因为他画的久了，所以即便是一个圆形的图案，他也可以很快的把构图把它构出来。哦，嗰種做出嚟也個形咧，阿爸爸人去想，也個牙嘅花嘛個安尼。嘿，伊即個會給聽，說是講有買個形咧，放比伊，個伊即個畫，咱個伊燒安尼。哦，你係對人家做土梅油，對伊個做土梅油。嘿，就會講啊，像俺爸爸伊嗰度創作方式都一樣啊，就是講，像以我的來講的話，就是我以釉色出發點，找一個適合的形，或者是一個適合一個形狀，找適合的釉色。這是種靈感方式啊。轉換到我爸爸那邊，就是他用一個圖，他用一個圖去想一個適合他的形狀，或者是他看到這個形狀去想他適合畫什麼，都是一樣的方法。哦，你喜歡你係個色係咪？這色因為俺呢，我自己會調到適合我們自己的顏色，因為青花瓷嘛，各種領方啊，有的時候他改用的時間就比較難去做個分辨。然後我們的分辨方式就是，我爸爸還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他的青花雕要怎麼樣跟別人不一樣的顏色，然後他畫風怎麼樣跟別人不一樣的顏色。要像誒青瓷，你有冇談過烏沙沙講嗎？係啊，買個很多青瓷，買個很多青花瓷，然後青花瓷還有介紹結束了，現在要他的講青瓷，青瓷講前面要用藍色、深藍色，這個叫青瓷。青瓷黑馬跟普遍大眾來講的話，就是你的釉色裡面有鐵元素，然後加在釉藥裡面，然後經過那個燒窯燒製成它呈現綠色、藍色等青色系列，都可以稱之為青瓷。所以青瓷的定義很廣。像俺要像很多汝窯，汝窯也是青瓷的一個分支。所以說用兩個字青瓷的時候，它是釉色；青花瓷有一個花字的時候，它就是畫，它是用畫的，不一樣的東西。青瓷是釉，青花瓷是畫，所以說兩種不同類型。你喜歡青瓷類，還有一種青花瓷類，個原因係乜嘅？都嘛會按想講。青花瓷牙開這一塊是我爸爸開始畫之後，他在畫，然後他會跟我講，我再慢慢去接觸到真正青花瓷這一塊，因為陶藝講真的要學的東西太多了。當然是我最熱衷的是青瓷跟汝窯。那我青花瓷這一塊是我爸爸之後，我才開始用我自己的視角去欣賞它。因為係畫嘅。因為它都是畫的，跟同人家咧做搞顏色的模樣，有種人就搞顏色的啦。爸爸是搞畫圖的啦，搞顏色的這樣的，完全不同的類型風格。咁你會特別喜歡汝窯同青瓷？因為俺就第一個是喜歡青色、綠色，小朋友都是從小都是喜歡某個顏色嘛，選玩具啊，選長褲哦，買個顏色，我買個顏色，就對比較喜歡青色、綠色這一塊，他就覺得說，其實長大的時候是覺得，看這個顏色其實蠻舒服的，然後接觸到手畫胚之後，就是有知道有青瓷汝窯這一塊，因為光陶瓷你要從一團土到一個作品出來，其實中間加減可能差不多20道程序，那每道程序其實都很重要，一個程序錯了，可能就是你最終成品大概就是會失敗。但是每道程序你掌握完之後，還是有自然因素會導致你失敗，所以這個是很長的經驗去累積。還有一個青瓷有一個不規則的嗰種吼，嗰個特別
做的啊。特别去做的，因为就是讲有的人会做很规则的东西啊，提倡讲啊，我自己是做一个当代艺术啊，像啊个波浪，波浪不会像海浪或是人家这样子这么规矩，我会把它消的，就是说不规则的一个波浪，就是说它既然是波浪，它也可能不是波浪，像波浪也不是波浪，像安嘞，好，就是用一些技法跟手法，像青瓷汝窑，我的这种使用青瓷汝窑这种方式是比较现代，除了釉色类型之外。那还有就是我用造型啊，还有跟土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变化，因为其实用简单很难去做一个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单一釉色，单一釉色表现的不好就是单调，表现的好就叫简约。啊，日本有一个那种艺术家叫，其实我忘记他名字，但是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简单就是复杂的极致。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线条，啊，我作品最初呈现出来给人家的一个美感，我是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虽然青瓷汝窑是我技术成分里面最难的一个部分，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在欣赏作品的时候，他反而是看整个类型，他只要知道这个青瓷，这个是汝窑，那可能青瓷跟汝窑里面的细节，他可能甚至他没有兴趣去了解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能只用我们自己角度去做一个观看。你刚刚你讲有至少20几道程序哈，刚最会出错的哪一个程序啊？最会出错的当然就是烧窑啊，因为烧窑是最后一步关键，因为烧窑底部有烧窑有分氧化烧，跟还原烧，讲买那种氧化烧。简单来讲，就是氧化烧是单纯加热，比较没有化学变化。所谓化学变化，不是我们釉药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不是我们所有的釉药组成都是镁、锌、铜、锰、铁什么之类的去组成一个矿物质，像长石、石英，这些东西去组成釉药的。那它在氧化烧，就是单纯加热的情况下，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变化。那还原烧呢？像我青瓷汝窑跟这边的钧窑，这个红色啊，这个青色、绿色啊，其实它都是需要去还原烧法。还原烧法就是说，那我们空气中的假设就是我们讲，比较简单简白一点，就是我们在烧窑的时候，我是电窑，我加入瓦斯烧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加入瓦斯，让空气中的氧分子不足，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我们釉色里面，像铁啊什么东西，去里面找氧分子，让它产生一些化学变化，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谈起来路其实够复杂哈。其实够复杂，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釉有分天釉，像我就用天釉，天釉可以纯电热式加热，纯电式加热叫氧化烧，加入瓦斯叫还原烧，我们压实釉。瓦斯窑可以控制还原焰火，然后那个氧化焰，就大概是这样子分，烧法不一样。係啊，人講特別看遐作品啊，都感覺嗰有藝術感。不過我一屯頭一家滿上學的時間，都感覺很像在上生物課、化學課，因為變啦唔能我了解嘅東西，其實幾煩哦嗬。咁人哋了解下嘅，等下呢個繼續唱羅文琪先生同人哋講伊嘅藝術。非常多種來歡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喺裏邊係陶藝家羅文琪先生，我哋看到好多羅先生沒有講到嗬，介紹到嗰度佢講嘅作品，一就感覺嗬路很難買得起啊，可能嗰度會係展覽用嘅係冇？其實嘛冇一天，如果我哋做就做生活陶，像我自家有做 YouTube 影片，我同佢講解做一些介紹，底部樣片是講像我自己的話會把作品把陶瓷類分成商品、作品，跟藝術品。當然我比較偏向是做作品跟藝術品一開。剛剛是我18位規格，稍微高一點點，但是沒有到很高。你講這個東西符合它的價值，
像来讲商品，迄嘛商品，就是讲有的你们本来讲点来想买笔业，从大卖场基本买笔业，大卖场的你是上市就有一笔业，要想要上千啊，要多钱多钱，我讲其实跟某一样的，其实是某一样的东西，就是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讲它是一个生活用品，好，然后这是生活的艺术，心境跟他观念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讲归懂你讲。对陶艺这块其实讲真的很陌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陶艺家一直在推广这一块，我自己做影片也是希望把这一块可以让多点人知道，我们陶艺家做这个是到底是我们要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像买包包名牌包，一类塑胶袋啊，一样都可以拿东西，它功能是一样，那为什么名牌包会有它的价值？就是说它的经营、它的品牌、它的质感，就是有它的价值性在。虽然功能性可能是一样，这样讲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马上可以理解过来说，为什么我们杯子会有这么样一个价格？对。你用上户来比没用啊？因为都做起都遮风避体不会啊。有的人嘛很贵的，有的人也是的，50年加倍没可以啊。不过你看得到，其实佢讲的东西，伊都系有一个无形的价值提给嘛。假使大家当然也会想，就用塑胶的笔也也没可以色茶。不过假使你睇生养茶，还是用一个佢讲的笔耶，嗰种嘅茶洗起来又冇用的，安尼吼。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心灵层面一个抚慰的一个效果。像有的马贵当年买笔业讲，这个看起来就很漂亮，我用起来就很开心。这个反正东西拿伫书房又可以用，是最好的。因为泡茶你不能说是人生一个享受。泡茶除了茶叶跟杯子之外，重点是那个过程。像朋友卢卡林茶，可是林茶之间有煮茶。煮茶时间就跟对方会聊天，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过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那不是终点，不是这个茶叶，也不是这个茶杯，就是一个心灵享受的过程，像工程仪嘛一样。韩国人讲，我做陶艺其实怎么有耐心呢？要够有耐心，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会重复不失败10次、20次、30次、100次都有可能。韩国唔计爱烧，其实我讲成功率不高咩黑呢吼。蛮黑暗的，就看你的要求到哪边。又要底部有几种嘛，讲百种、1000种颜色的釉色底部有很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的。不稳定的它颜色可能越漂亮，就像青瓷汝窑比较陶艺界比较有名的青瓷汝窑、钧窑、天目这些都算是比较难烧前几名的。就迄假使你迄艺术家，有一个差不多美感标准迄个，因为都唔要烧出来，它可以是茶路好嘛吼，迄个艺术品的时间。艺术品标准都会高。只要看那个标准，当然讲，几多年嘛看唔是，嘛唔会看，就看到奖就买，就应该这是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我某用我对自己的作品做一个有色分级、变化、转换。因为你做一类东西，某可能大家做会用艺术就是这样子，不管陶艺家还是画家，大家都不一样，这个才是艺术，这个才是有趣的部分。不可能说一个标准，大家只对这个标准，那大家都一样，这就失去它的艺术价值。咁唔咩我时常去提供，更加差不多，大家做都会用那个长途，咱第这个同标准绑到一个嘛吼。就是讲这个同这个比啦，莫讲同偏零比啦，因为有的时候他家做的风格某一样，有时候没办法，就算同样是烧青瓷汝窑，可能我也没办法跟他比，因为他的风格可能跟我不一样。而这个同这个比，但是还是要去关注到别人，跟说我们现今消费者市场是关注哪一些东西，对，我们可以跟着潮流，一部分跟着潮流去走。好，像来讲嘛有搞生意呢，搞生意呢，搞手捏，教大人教手拉胚，这个也是一个潮流，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潮流你如果有小朋友来玩陶，他以后可能成为陶艺家，
这也是对陶艺界的一个贡献。有人来学拉胚，他以后也可能成为一个陶艺家，这也是对陶艺的一个贡献。我就觉得才可以把这一块延续下去。过多年就按呢，来我的选择是很艰苦的撑下去的陶艺家。那有些人可能是有盈余了之后，我再来成为陶艺家，然后我们可能就接触到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把陶艺这一块继续把它一直延展发展下去。因为有的时候陶艺发展变成好像是有些人是看在是娱乐性质，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必需品，可能算是奢侈品。但是我自己角度来看的话，是我们必须要把陶艺这块它里面的精神，就是它里面的精髓，比如说我青瓷汝窑或者钧窑，是我爸爸画的这一块，他一定要把它这个技术把它传承下去。对。也啲段路冇上爱放弃过。冇想过呢，嘛可以轻松做就出门，因为讲也个唔係講做唔到的東西，可以慢慢去做，慢慢去磨練，都可以做得到。因為有啲人如果想係啊，你生活安苦捱，唔當去做一啲，如果賺得到錢那條路，唔會安尼想的吼。是唔會安尼啦，因為苦歸苦咩啊，但是我也可以比別人早，比如說亞下周圍型，底下陶藝型上講啊，我可能會比別人早個幾年，可以出來開始賣自己的作品，或者說作品有到成熟度的時候，我可能比別人早個可能5年甚至10年可以出來賣，我可以提早，因為我投入的時間比別人長，不是我比別人厲害，只是我投入的時間跟經驗值累積比別人多。唔係安尼想嘅，還是安尼想啊。因為唔有講過到唔確實，只係花過多時間。對呀。那就不要間斷，它一定會累積起來，就像一個數字，你存錢，你慢慢存，它一定會存到一個數字，只是中間時間是多長，就安尼。他說它不是到不了，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唔新的本來都安尼哦，就是某種程度要有一點天真，就是冇想安到。現在起碼固執嘛，可以安尼講啊，想要做就做嘛，就對啊做嘛。我一生也只來這一次，我就是要做到它，那我就把它完成，就安尼。嗰種也都會想，可能係更加高嘅聲音咧，冇聽說有伊啲創藝以前安尼嘅咯吼，一路愛到也嘅。伊愛到也咧，雖然很細，安尼教嘅可能幼稚園，都結少嘅，結仲會較少，結仲會較少，差唔多，因為細年咧好教嘛，教奶嘛，念東西啊，或者寫東西出來，他會期待。但是他可能會在這個裡面會有萌芽對藝術，當然不是只有對陶藝，可能是畫什麼嘛嘅都有可能。就是用欣賞教學生誒，如果碰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生，他很有上進心，很努力，不管他有沒有天分，然後這個老師都會不自主的會想要多幫他一點點。我就覺得都是這種，差不多心態上可能會安尼啦。哇，你一路來如何心態很健康安尼哦？因為沒有什麼需要悲觀的啊，失敗，因為做陶藝嘛，磨練你的心性，因為我會期待，然後失敗，再很期待，再失敗，再很期待，再失敗，然後就是這從中間一直要不斷技術成長，在自己的心裡面成長。有時候我可能會跟人家講是說，做陶藝就是這樣子，因為一開始練技術，練完技術練心境，心境就包含自己的美感。你喺某個時間發現，外國種做得的，好像還不錯。主要是一直都這樣想。我第一個也是說，我爸爸他也是有認同。那我爸爸他本身就是一個從事藝術行業60年，他的視覺角度可以，他覺得說，我應該可以。那嘗試之後，其實有一些客人，有一些廠家，然後對我作品滿意度其實也是不錯。加上我自己，我會去跟人家看一下別人的。跟我的去做對比，但不是說別人的差，就是說我跟他的可能會有成熟度上面，或者是各種細節，他可能沒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我就覺得，我應該是有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出來，也之後也印證了，因為有一些人是說，像我們的作品就是很有識別度，他說，欣賞，你都不會看到那東西哦，我不用翻過來看落款，我就知道這是我們武田窯的。哇！安尼談起來會幾有成就感的吼。會談會有識別感係幾重要的呢。因為個人風格會很重要。因為按多人來做。好多人像安尼講，人家講一個縣市裡面可能有300-400個陶藝家，雖然他是冷門，但是他可能有300-400個陶藝家。沒錯個。係啊。
可是呢，俺没有印象，就係俺去都係買陶艺嘅地方，俺有一兩擺，都係俺一看，俺都有提講，因為可能有嘅畢業，一看一錢嘅原因買唔下去，不過俺下一擺喺下一個地方看到嘅時間，假使俺認出來，俺也會講過，哦，這個陶藝家不錯哦，他被我這種外行人認出來。佢都表示你做出風格嘅，用風格有出來，因為講啊，燒青瓷都要嘛，幾多年燒，燒畫釉下彩，畫青花瓷嘛，幾多年，那你要怎麼在裡面突出的話，你去除了經驗，你還要動頭腦，沒像講啊，厲害就好，沒像只有練技巧，你還要再動頭腦，花心思去在你作品上面。像啊，幾多講話，有一些作品是為了銷售。有些作品是為了我自己創作，就我們也要自己這樣去分類。對，人家也算從前賽到錄講嘅嘛，唔會團出個天意就目標嚇，錄藝想要做多樣嘅嚇。想要做多樣嘅，應該講啊講，第一要在台灣可能要慢慢的把它推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吳天堯，那我們有做哪一些的釉色，哪一些的作品類型的項目，就是慢慢把它可以推廣出去。透過展覽比賽是比較少，因為做 set 比較卡多，比賽比較少參加，但大部分透過去展覽去還會之後可能會慢慢往日本方面去發展，因為日本方面他們其實做東西，他們很講究，他們精神跟那個美的意境其實很好，有一種亞洲流行的侘寂風，就是從日本過來的。加上下來先生係咪還有展覽，我同大家宣傳一下。今年7月份在桃園的中壢那邊有一個展覽，從7月底到8月初就是羅文琪陶藝展。大家有時間可以過去看。如果唔去個展，係要拜時個展，因為我哋一年底不會，我同我爸爸會辦父子聯展，還會辦我自己的個展，就係加其他一個展覽很順利成功。今日要感謝羅文琪先生帶來安精彩的故事，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多謝。咁接下來觀眾朋友冇轉台哦，聽論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